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你要打破你这个我执，我执有执就无清净尔呢。所以咱今日当中，迄个不自发来讲不执着法，你一切是不开的，当中你不执法，你不执着一切的故事。好，咱讲六道报施，在施，来呢，乞丐报施乞丐。天中清净上天不净。好，在施发施甲无离施，咱但是如一直咧如是报施，咧报施这物件，你这人无简单，你这能量一直咧发，咧发，如是如木一光明正见正不相，一目了了了分明，无碍自在。搞电话，咱离用啊，讲到这说。后厝啦吼，咱直接开始最后一段啦吼，因为咱有这咱大家来分享咱的心得，因为基本上来讲吼，在金融片法律上啦吼，互咱感觉拢咧后相，后相吼，要互咱迄个相如何，迄个真相非常直接。简单讲起来，即个阿能，若要斗法，即只囝仔要一步山翘起，因为即只囝仔，因为伊要出来，伊对内底出来，伊毋是从，伊毋是从内底入，一直爱破，破是对个，破毋是对内底，毋是对外口先破，对内底先破。因为你做外口先破，时间无快，才行巧。嘛先讲，对内底破了后，因为咱家己突破，叫突破，叫突破吼，叫突破吼。你突破，你甲这些物件，你今日是安怎突破？你有哪突破，代表成熟，代表成熟。咱像这囝仔。已经时间到，伊才会当去突破，对不对？咱要突破，突破就叫做破无明劫，破无明破无明劫吼，破无明破伊头前是破尘沙破吼，尘沙破尘灰尘的尘尘沙破当然，咱看到直接来，一个叫做见破或者事后一直一直破，一直破无明破。这个无明破无明破了，伊就见地见地菩萨因为阿罗汉你定要先破这物件。因为到阿罗汉叫必须要破这物件，无明破就菩萨要破这物件。所以咱一直有，所以咱就是不断，咱爱破，就是咱有走破，就是咱一心性。咱即有法通破破这物件见好思好，破尘沙好，破无明好，咱有通破。咱的力量是不是够？咱的这个喙，迄个尖头，像你只囝仔，迄尖头够，够咱就破。若剁袂破，代表咱还无成熟。若剁会破，互伊剁破了后，你走出来，你就空命。伊大出来开始见着见着风见着日见着风气，伊大一紧，大一紧因为因为伊到囝仔到伊时间到包互嘛。伊若要突破，伊死亡就一步，是咧一步，叫执念咧无突破。咱要突破较简单呢，要突破内底安怎？爱智人勇，要有理用，人用，理用，就是讲我的时间你要到，我怎时间到？你无这个
哦，你无当去，你未了解你未了解你的方向。人，哦，恁是为你个人，我出来做个众生，你想冲头，虽然讲一只头仔，哦，